依家套係咁嘅。係咯，要3張呢個，新宇就新宇合約。使唔使試下依家點啊？一陣陪你玩場，一陣陪你玩場。呢度屌打你啦！係咪㗎？係咪㗎？賽前肯話一定要嘅。我期待。花呢花啦喎，係啊，我睇。14秒，犯規嚟嘅。最新代嘅呢啲係呢啲係 Rest Deal 嚟嘅，第二個玩法嚟嘅。好快嗰啲啊嘛。係啊。最新呢度。8週年。喂，佢送魚喎。其實 Rest 白色對犯3次。Rest Deal 唔係好需要換。佢下一彎睇你手牌抽牌嘅，你手牌0嘅話，你可以抽5張。白色對犯4次。白色對犯5次。換人。
白色8號3分。我有個細號，我打你唔到，你想要嘅話俾你。換人。今期啲 T1、T2卡都有。今期 T1你自己可能要打，你自己要打石或者課金，因為我仲爭幾張。一定係冇課金。有咩事攞呢嚿嘢嚟玩啊？哇，好多！如果課金你要夠零到啦，因為佢啲卡要買㗎。兔仔身邊，兔仔身邊，但係啲卡一定夠你打 ranking。係打長先啦，原來已經好懷念嗰個時代，好懷念假面變身嗰個時期。好撚耐啦，18年嘅事啦。我22年先玩呢個假面。嚇！22年先玩假面變身。換人。哇！22年已經打嗰堆牛鬼蛇神嚟喎。無手牌地獄啊！魔道騎士蓋啊！冇手坑嗰啲冇手坑，冇手坑。係你22年啲手坑未出，空真人、空真機人嗰隻。係咯。咁依家手坑都唔多嘅啦，校分嗰啲咧真係。灰流未有嘅。灰流就差兩隻。拎乾先啦。瞓啦，地位。5秒啊！5秒啊！5秒啊！4、3、2、1。